泰式炒肉碎大家唔會陌生啦，但呢度唔用雞唔用豬，係用咗近江和牛漢堡扒。喺技術上嚟講，炭燒同新燒嘅最大分別係新燒會多咗直火呢個元素，即係火焰會直接接觸到啲食物。例如呢道菜，師傅用直火去燒烤靖江縣高麗菜，用嚟做茶碗蒸嘅醬汁。食到針魚就更加顯露到師傅嘅一個特色。針魚事前做咗一個好明確嘅醃漬，肉質會更加緊緻有彈性，風味更加強烈。Hello， 大家好，我係 Alfred， 我而家喺東京。今條片會拍4間餐廳，包括壽司、燒鳥、fusion 菜等等。4間餐廳都係喺 Tabelog 上面有4分以上噶啦，攞晒金銀銅獎嘅，咁啊比較精緻一啲。人均消費大概就係由1000幾蚊至到2000幾蚊不等。咁我哋而家即刻去睇睇第一間餐廳啦。跟住呢間餐廳係食 fusion 菜嘅，就係日本懷石料理加泰國菜。咁老闆就係泰國人嚟嘅，而家就喺日本定居。創辦人 Bia 本身唔係做開飲食業，而係一位美食家。喺創業前，佢就試勻晒日本一啲最頂級嘅餐廳，同時亦都結識咗好多星級名廚以及食材商，為佢之後開餐廳嘅路打下良好嘅基礎。無論喺邊個地方開餐廳，人脈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資源，特別係日本，真正頂級嘅食材唔係隨便一間餐廳都可以入到貨。Bia 負責設計同營運，而負責將概念轉化為料理嘅就係擅長做傳統和食嘅主廚草場宏之。食完一個煙燻魚嘅頭盤之後，就輪到冬陰湯配香雙蟹，亦即係雌性嘅松葉蟹。拍攝當日正正就係呢個食材嘅最佳食用季節，除咗蟹肉，仲可以食到蟹膏，上面仲配搭咗一啲用京都芋頭整嘅芋泥，酸辣嘅味道會柔和啲，但因為混合咗日本高湯，同時又有蟹膏嘅鮮味，風味就更加平衡。日本人食河豚火鍋嘅時候，好中意加啲金菇落去，呢個菜式就係一個變化版。首先攞嚿河豚去炸，用好甜嘅京都白蘿蔔做咗個汁，最後再將發酵咗嘅金菇磨成粉末滲喺面頭，整體口感似係一嚿好嫩滑嘅雞胸肉，少少酸酸辣辣，幾惹味。平時行香港嘅海味鋪都會見到白雪雪一大塊嘅魚翅，嗰啲就係經過加工處理嘅乾貨，包括可能有用化學品去軟化同漂白、機器烘乾等等。今日呢度就用宮城縣氣仙沼嘅生翅，人手處理，天然曬乾，完全冇落化學成分。用嚟整咩呢？泰國菜有大蝦粉絲煲，呢個就係進階版。上面嘅魚翅先用高湯煨味，再將佢烤到有啲脆身，下底有啲好似炒粉絲嘅嘢，其實只有一半係粉絲，另一半都係魚翅。跟住係泰式炒河，河粉盡管只係佔所有食材好少嘅部分，但呢幾條河粉都係自家製嘅，因為佢哋唔想用傳統河粉，太腍太油，佢哋做出咗呢一款有啲似扁意粉嘅河粉，炒起嚟就更有 al dente。下面係一個酸酸辣辣嘅紫菜汁，面頭就有海膽同紫蘇花。呢道菜嘅概念其實就係海膽軍艦，河粉都係用米做嘅，用紫菜同海膽去襯托，好巧妙咁喺一道泰式料理當中融入咗一啲日式飲食文化。日本人食用嘅時候，亦會有一份熟悉嘅親切感。之後就有一個金雕配發酵辣椒，其實呢度有好多菜式都會用上發酵嘅食材，因為除咗日式同泰式之外，佢哋都刻意引入咗好多北歐發酵技術，令到佢哋嘅菜式有更多變化。泰式炒肉碎大家唔會陌生啦，但呢度唔用雞唔用豬，係用咗近江和牛漢堡扒，上面鋪咗魚子醬，下面就係泰國東北伊善風味炒肉碎常見嘅料頭同香料。其實呢度用嘅好多香料喺日本都係買唔到㗎，都要特登喺泰國入口。呢個餐單分咗2個部分，而家就開始 part 2。一個托盤上面有一碟飯幾碟餸。話說創辦人就覺得喺日本飲食文化之中比較少好似泰菜或者中菜咁，每人一碗白飯，然後就有幾碟餸菜擺喺台，一路夾餸一路食飯。為咗想推廣呢種用餐方式，就特登喺呢個餐度加咗呢個 part 2。
呢個做法我係非常之欣賞。我多年嚟都覺得做任何行業都唔應該完全迎合市場或者係顧客嘅喜好，而係應該行前一步，引領市場潮流，開拓顧客視野。做過呢件事就明，過程通常都係攞苦離身，吃力不討好，所以特別值得尊敬。話說我今餐飯同創辦人傾咗好耐偈，了解咗好多佢對飲食以及日本經營餐廳嘅理念。篇幅有限，呢條片都講唔晒，希望日後有機會再詳細同大家分享下。今餐飯嘅好味程度係超乎咗我嘅預期啊！嚟之前聽見話係日本懷石料理加泰嘅元素，其實我心裏面大概有一個 expectation 嘅，但係冇諗過佢原來嗰個完成度可以咁高。佢每落一個食材或者每做一個技巧喺裏面，都係會有一個原因係講得到出嚟嘅。背後就係代表其實佢做咗好多嘅嘗試，最後得出一個佢哋覺得最好嘅成果。咁呢一樣嘢係好唔容易嘅，因為我平時都會同好多餐廳同好多廚師傾偈噶嘛。如果你問啲廚師點解要落嗰樣嘢啊，點解要咁做啊，佢哋就會同你講唔知㗎，不嬲啲師傅都係咁教㗎，或者傳統都係咁樣做嘅。其實佢哋自己係唔知道背後嘅一啲原因或者一啲科學原理嘅。但係今日呢間餐廳係真係每一樣嘢都諗過度過，咁我係好欣賞嘅。跟住落嚟要特別鳴謝呢條片嘅幕後功臣 Tabelog， 相信我哋嘅觀眾特別係好中意去日本玩嘅朋友都成日用到㗎啦。簡單嚟講，佢係全日本最大嘅餐廳資訊平台，有超過89萬間餐廳嘅資料，有大量當地人嘅可信食評、評分、百名店同各類獲獎記錄。Tabelog 以前淨係得日文嘅，但係好多香港朋友都照用咗好多年㗎啦。1年前我就同大家講過，話佢終於出咗多國語言版，有繁體中文啦。然後就有好多觀眾留言話想佢哋出手機 app。嗱，佢哋真係聽到大家嘅聲音啦，手機 app 真係出咗啦 ，iPhone、Android 都用到嘅。佢有好多實用功能，例如訂座、GPS 搜尋，附近有啲咩餐廳一睇就知。一定要有嘅 filter 功能，咩價位，可唔可以帶小朋友，收唔收信用卡，馬上幫你篩選出嚟。以上嘅功能其實網頁版都做到，但手機 app 係有獨家嘅新功能。而家可以 save 低有興趣嘅餐廳，呢個功能好必須啊。Filter 亦有新選項，會直接話俾你知邊啲係百名店同埋 The Tabelog Award 嘅獲獎餐廳。同我一樣，每次去日本玩都要揾嗰啲最勁嘅餐廳嚟食，呢個功能就好好用啦。而家只需要有一個 app 就可以解決喺日本玩要揾餐廳食飯嘅所有問題。下面說明欄會有免費嘅下載連結。不厭其煩講多次，今條片係自費食評，4餐飯都要自己揞荷包。廣告部分只限 Tabelog 手機 app。同上年嘅情況一樣，同日本嘅公司合作，我哋會尊重返一啲當地文化。佢哋係要求我哋喺拍攝之前取得餐廳嘅同意，可能係避免一啲肖像權或者公關嘅問題啦。所以餐廳係知道我哋會拍片，部分餐廳亦有做若干程度嘅配合，但絕非廣告。餐廳名單係我哋自己挑選，唔係 Tabelog 叫我哋去拍嘅。講清講楚，我哋而家去睇第二間餐廳。話說我哋有句説話叫做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實我而家企咗喺邊呢？我就係企咗喺間餐廳嘅門口。話說頭先我睇住個地址，望住 Google Map 咁喺度行啦。明明嗰個 Google Map 已經係到咗噶啦嘛，咁我就望住呢一個位，我就覺得咦，冇間餐廳唔喺度，因為其實呢個位係停車場嚟嘅，即係佢間鋪前面仲會有車停咗喺度。咁我就覺得咦，唔似餐廳喎，我就前前後後周圍行，然後望咗好耐，先發覺原來而家白色呢度門，白色呢度門咧就係個餐廳門口啦。嗱，呢啲就叫做酒香不怕巷子深啦。呢間餐廳係頂級預約困難店，一般嚟講，高機率要提前1-2年先搶到位，更大機率係根本搶唔到。我今次係事先同餐廳取得聯絡，佢哋嘅創辦人末富信師傅同埋現任主廚古川良希，今次係喺非營業時間俾我包場食呢餐飯兼拍攝，食物質素有可能比平時更高，但重申絕非廣告。除咗我有俾錢埋單之外，大家想 book 位都係好有難度。佢想賺多啲香港人嘅錢都唔係幾賺到啊！跟住就要講下呢間餐廳有咩咁巴閉。傳統日本燒鳥多數都係炭火燒烤，好平嗰啲連鎖店用電腦燒就唔講啦。
而呢間新料新神戶係用新燒，即係柴火，而且佢哋係呢種技法嘅先驅，佢哋係開拓咗一個全新嘅燒鳥流派出嚟。第一串秋田比內地雞雞髀肉，一食真係俾佢嚇親。我作為炭火燒鳥嘅狂熱 fans，直接俾呢串雞髀肉打開新世界大門。如果話炭燒係美豔動人，咁新燒就係高雅脫俗。淡麗嘅新火香氣，好似山林間嘅氣息，唔張揚但更有深度。第二道菜係雞燒賣配紫菜湯。作為一間新派燒鳥店，佢哋唔係由頭到尾不停咁樣食雞串燒，而係會出更多唔同手法嘅雞肉料理。跟住就係雞肝，大約8至9成熟，醬汁濃淡稀結非常適中，成串肝掛滿晒汁，但就唔會有多餘嘅醬汁剩翻喺個碟度。燒鳥唔一定係將啲雞肉切成一嚿嚿，燒完之後再磨成粉都仲得。下面係一嚿好軟好濕潤嘅蘑菇，自帶菇菌香氣。名副其實嘅雞粉就為菜式增添咗一啲肉類嘅鮮味，兩種食材巧妙咁攞到個平衡，相輔相成。呢串係嚟自山口縣嘅雞心，調味做得極度精準，少少胡椒增添咗啲香氣，鹽嘅份量就調出食材鮮味。之後係加咗辣椒嘅雞胸肉，肉質滑到好似雞髀咁，雞皮又薄又脆，完全冇多餘嘅脂肪。上面嘅辣椒其實完全唔辣，但就增添咗一啲風味。為咗等大家容易啲理解呢間餐廳嘅特色，我跟住調咗一下出菜嘅順序嚟講。跟住呢樣嘢呢，係全晚我唯一覺得水準相對普通嘅一道菜，免治雞肉厚多士。首先係雞肉份量少咗啲，令佢同麵包嘅比例唔係太平衡。第二係塊多士雖然燒得好香脆，但佢係屬於含水量正常嘅多士。如果含水量再高啲，咁塊多士燒完之後就會更加外脆內軟，呢道菜就會更加完美。喺技術上嚟講，炭燒同新燒嘅最大分別係新燒會多咗直火呢個元素，即係火焰會直接接觸到啲食物。例如呢道菜，師傅用直火去燒烤靜岡縣高麗菜，用嚟做茶碗蒸嘅醬汁。高麗菜會有一種類似爆炒嘅鑊氣，同時又會有非常強烈嘅木質香調。茶碗蒸喺好多日本菜系都會出現，通常都冇乜個性。喺呢度就完全貫徹到新燒嘅主題。呢個茶碗蒸亦係全晚我覺得最好食嘅一道菜。新燒嘅溫度比起炭燒係更加唔穩定，炭燒要控制火力、距離、時間，而新燒就更加要透過頻繁移動啲食材，先至可以精準咁控制火候，技術難度自然更加高。新燒嘅油煙亦都更加大，廚房嘅抽風系統成本相對更高，但兩者喺燒烤香氣嘅層次方面就有巨大差異。呢間餐廳更加用上橡木同雪松兩種唔同嘅柴，混合出佢哋想要嘅香氣，又貴又麻煩，就換嚟更精緻嘅食物水平。食完一個3年熟成嘅百合根去 refresh 一下，跟住就出全晚我覺得第二好食嘅嘢啦。就係呢煲炒肉碎撈飯，材料非常簡單，除咗雞就係少少洋葱同鹽，但新火嗰種內斂清雅嘅氣質，混合溫潤甘甜嘅白米韻味，每一啖都喺口中留下悠長嘅餘韻，配合薑葱醬同蛋黃，呢煲飯仲可以一飯三吃。最後仲有一定唔少得嘅甜品，成個餐單嘅設計無懈可擊。啱啱入去食飯嘅時候，同掌門人傾偈，咁佢都知道我成日會過嚟日本食唔同嘅燒鳥店噶嘛，佢就問我覺得最好食嘅燒鳥店係邊一間？咁呢個問題我就留待食完成餐飯嘅時候，我先至去回答。我就同佢講，我話而家你哋呢間餐廳就成為咗我心目中日本我最中意嘅燒鳥店嘅最高分嘅嗰間餐廳啦。咁呢個就唔係客氣説話嚟嘅，即係我而家對住各位觀眾都係咁講啦。咁如果大家係有恆心有毅力，咁呢間餐廳都係建議大家 book 嚟試試嘅。跟住呢間壽司店，我剪片嗰陣應該會擺最尾，用佢嚟壓軸啊！因為佢係今年新鮮滾熱辣，但係 Tabelog Award 嘅金獎得主，其實都唔係淨係今年喎，佢連續攞咗7年㗎啦。咁金獎有咩咁巴閉呢？26年全日本只係得11間壽司店攞到金獎嘅啫。等我而家去見識一下啦。
首先要講清楚，呢間餐廳係分咗兩層，2樓係由創辦人兼大將新井佑一師傅負責，而 B1 嗰層就係由二番手臼井裕紀師傅負責。雖然係同一間餐廳，但兩層嘅江湖地位、收費同埋食物都會有唔同。我哋今日事先同餐廳溝通咗，會去 B1 嗰層拍。拍呢一層有個好處，就係訂位相對容易過2樓好多，應該會對遊客有比較高嘅參考價值。今餐人均消費大約係2000鬆啲蚊港紙。呢間壽司店係走江戶前路線，簡單嚟講就係傳統一啲，冇而家啲網紅店咁花巧，講究嘅係食材同醋飯嘅配合，特別係醋漬、熟成呢啲事前嘅處理手法。臼井師傅有14年經驗，秉承餐廳正統派嘅方向，但亦有一啲個人風格。例如佢嘅舍利就有比較強烈嘅赤醋風味，酸度會比較直接，同時亦會好明顯感受到鹽嘅存在感。孭住師傅個金漆招牌，但又可以表達出自己對食物嘅理解，同中求異，對食客嚟講就有更多選擇。講到呢度，今餐已經食咗好多樣嘢啦。一開始就有龍躉、油甘魚、北海道白子、中拖羅細卷、白金雕、比目魚壽司、金目雕壽司、墨魚壽司、扇貝壽司等等。每一罐壽司嘅完成度都好高，壽司味道比較乾淨，唔會過度調味。咁呢個都係江戶前壽司嘅一個特色。食到斟魚就更加顯露到師傅嘅一個特色。斟魚事前做咗一個好明確嘅醃漬，肉質會更加緊緻有彈性，風味更加強烈。加入薑同蔥呢啲新香料去調味，可以調劑翻醋飯同斟魚嘅味道。吞拿魚係呢度嘅招牌菜，喺日本其實就唔係條條吞拿魚都一樣咁好食㗎。最頂級嘅貨就會喺最大嘅批發商手上，然後再交俾最頂級嘅壽司店。呢度嘅供應商係山幸明星級批發商，攞嘅貨係最頂級㗎啦。今日嘅赤身中拖大拖都非常好食，特別係件赤身，經過4日嘅短熟成，稍為提升咗酸度嘅後勁，肉質又變得更加纖細順滑。之後嘅小雞、熟蝦、蜆湯、海膽、星鰻、玉子燒都一直維持喺唔錯嘅水平，除咗軍艦塊紫菜唔係好脆，完全冇其他問題。今餐飯嘅食物水平絕對對得住佢哋嘅金漆招牌，但我更加欣賞嘅係臼井神喺成餐飯裏面對嗰個節奏嘅掌控，以及佢同食客之間嗰個交流氣氛，都係令到食客食得好開心、好盡興嘅。話說小弟今次嚟東京嘅主要目的，其實就係出席1年1度全日本最大型嘅餐飲頒獎典禮之一嘅 The Tabelog Award。咁呢條片出街嘅時候，我應該已經喺 Facebook、IG 出咗 post，分享咗一啲我喺當日嘅所見所聞同埋幕後花絮。如果想知多啲嘅朋友，記得去我 Facebook、IG 睇翻。今條片就講到呢度啦，記得訂閱、讚好、打表情符號。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